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这个自从恒大、融创、碧桂园这些头部房企暴雷，当然主要是民营的啊。那么现在万科还有一些央企房地产公司似乎也遇到问题啊，也就是岌岌可危。那么毕竟还有几个硕果仅存的，比如说龙湖还有绿城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似乎现在也扛不住了。正应了咱们说的那句话，只要韭菜不买房，没有哪一家房企可以躲过这一劫。这个财新网报道说龙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跌45%。这个昨天咱们也介绍了龙湖的董事长他说这个楼市没想到调整这么大，但是他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在8月29日举行的业绩会上，龙湖集团董事长陈旭平称，楼市止跌回稳态势在2季度和3季度面临比较大的考验。这个实际上就说明这个困难重重，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作为这个业内人士他不能像自媒体这样说的这么夸张，或者这么直截了当。他的委婉，要不然有人找到谈话呀。这个陈旭平说很多城市的单个楼盘价格较最高点下跌30%，部分城市可能更多。好歹龙湖上半年还没有亏损，只是净利润同比下降45%，就是利润腰斩。那下半年会不会利润就没了？明年是不是就要亏损？这个都值得关注总之龙湖的日子也是开始难起来了那么今天这个澎湃新闻也有个报道，他说叫绿城中国上半年净利跌90%，拿帝王项目很小心。这个绿城比龙湖还要惨，龙湖只是跌了45%，绿城是跌了90%，也就是利润除以2了。8月25日，绿城中国召开中期业绩沟通会，行政总裁、执行总裁、副总裁等出席。期内，公司实现收入534亿元，较去年同期695亿元下降23%，主要受今年上半年交付节奏分布不均匀影响，上半年结转面积同比下降23%，导致收入同比下降。利润方面，上半年绿城中国实现毛利72亿元，较上年同期91亿元下降22%，毛利率13%，较上年同期13.09%，增加0.32个百分点。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2.1亿元，较上年同期20亿元下降90%。为什么下降呢？绿城中国解释公司今年继续积极推动长库存去化，2025年中期计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19亿，进而影响了股东应占利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绿城自己自持的一些物业在贬值，也就是房价在下跌它手上那物业在贬值导致公司的利润下降90%，这是主要原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比如说央企保利怎么样？保利现在是一哥保利的日子更难。2025年保利的中报数字，营收1168亿元，同比下降16%，净利润27亿元，同比下降64%，净利润率只有2.3%。这个净利润率2.3%，也就比那个很多中小银行的3年期存款稍微高一点。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保利他有钱的话，他不如存到那个小银行存个3年期，人利息年化利息2.几，你吭哧在那开发房子，结果对吧？你也累了，担惊受怕了，房子又是卖不掉了，又是贬值了，最后一通累下来也就挣个2.3%，那不如存银行，对吧？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开发商他哪有积极性去开发土地卖钱呢？存银行就完了。实在不行放股市，对吧？你买工行的股票，它这一年分的钱比那个2.3%要多这实际上反过来再看这个房地产行业已经无可救药那么第二个就是华润这个华润还是比较奇葩的，它是2025年中报是949亿元，这增长了20%，净利润118亿元，增长16%，净利润率是12.5%。所以说华润置地不太清楚，它很有可能是哪一个帝王项目上半年爆发了一下，因为它整个的营收只有949亿也就相当于一个月只有150亿，6个月嘛，对吧？它拿1-2个帝王项目集中推出，对吧？它这个业绩就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些曾经的房地产的优等生、尖子生，对吧？这些央企排一哥的，现在这个局面至少说明这些房企面临的困难不是减轻了，而是难上加难了。还是那句话只要韭菜不买房，对吧？房企暴雷只是迟早的问题。
还是这个财新网报道啊，说碧桂园净资产缩水至239亿元，力争2025年完成境外债务重组。8月29日晚间披露的2025年中期季报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碧桂园总资产规模9093亿元，总负债8854亿元，尚有净资产239亿元。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个作为宇宙房企啊，碧桂园净资产居然还有239亿，或者这么说吧，碧桂园的净资产只有239亿。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就是一个意思。你说这么大一企业，资产上万亿，但是净资产只有239亿、240亿，也就是你的那个资产稍微再缩点水啊，你比如说缩水5%，大家知道吧？你说贬值5%太容易了吧？你缩水5%，500亿就没了，那资产就是负的了。资产是负的，你就可以叫资不抵债，那就可以破产清算了。所以说啊，一方面说明这个239是他们勉强做出来的，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对吧？我资产是正的啊，可不是负资产，可不是资不抵债。如果他现在不是有人要让碧桂园破产清算吗？他现在正在跟法院，对吧，在较劲呢，那他就要证明自己我不是资不抵债，我的资产是正的，所以搞个239亿的净资产。那假设吧，这239亿净资产是真的，那也扛不住这个市场稍微波动一下，房价还在跌啊，他手上资产主要是房子嘛，地产，对吧？还有土地，稍微跌个2%、3%，他净资产就是负的。你要跌个20%呢，那基本上他就那窟窿越来越大，根本填不满。所以说啊，什么碧桂园重组的都是在拖延时间啊。这个财新网说啊，历史数据显示啊，2025年上半年碧桂园的净资产规模又较2024年年末缩水53%，那太正常了。你说房价只要跌个5%，它就500亿就没有了，因为它总资产是将近1万亿嘛。就我想起了《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说的啊，有大的难处啊。今天有人啊，又从招行公布的这个半年报里面挖出了这个居民财富的变化这个信息啊。我记得以前那个招行，它有个金葵花客户，那个每次对吧，招行只要一公布它的年报，一公布这个金葵花数据啊，那各种研究机构、各种自媒体还各种经济学家都得去研究那个，来看看这个财富的这种分配、分布、变迁。后来招行一看事太大了，不公布了，成了保密，好像不公布这事情就没了，对吧？问题就出在你公布了，让人知道了。但是就是这样啊，你招行作为上市公司，你好歹都公布一些数啊，披露啊，那好多人就拿着这个数去挖各种分析。好，这个招行上半年那个半年报啊，被人挖出了啊，说招行的储户信息显示，这招行实际上是上半年营业收入啊1700亿，同比下滑1.7%，是招商银行连续3年收入下滑。就招商银行这个就是实际上它的营业收入见顶了，一直在往下走下坡路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说招行的千万富豪的数量居然暴增了1万多，说明什么呢？千万富豪增长1万多不算多啊，所以我理解啊，这个咱们都是推测啊，因为你没有数据啊。推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产里面啊有少数人呢，对吧？你这个你不能否认了，这毕竟有人精，对吧？有那种发展的好的，有逆风飞扬的。那么中产里面有一部分人晋升为富豪，但是更多的中产返贫了，对吧？那千万富豪就多了1万嘛，1万人，也就是少量的这个中产啊成功晋升啊，在这种环境下身价还涨了，资产还多了，但是大部分人那还是返贫了。今天啊，我在网上正好看到一个 UP 主搞的一个农村婚恋现状的一个类似于纪录片啊，反正现在做自媒体的很多人做这一块，虽然是摆拍的啊，但是也挺有意思。它主要反映这个农村里啊这个结婚现状，什么彩礼、相亲。大家看视频啊，花20万彩礼娶回来的儿媳妇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年迈的婆婆只能无奈地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日上3竿，儿媳终于起来了。坐在饭桌前的她却还在玩着手机，面对婆婆给她准备的丰盛早餐，她只是吃了一口便将嘴里的菜吐到了地上，然后转头就走，却不知这一桌菜是婆婆起个大早专门为她做的。下地干活的公公也只是一碗稀饭就着干馒头垫肚子，看着桌上没动过的2菜1汤，想想儿媳的态度，这个善良的老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而这就是当下农村普通家庭对待儿媳的态度，也是当下农村相亲结婚后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因为他们掏空家底也只够娶这一个媳妇，结婚背负的债务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脾气。1个月前，男方父母说有急事把儿子喊回家，原来是母亲托人给顺子相了一门亲。你小姨给你说了个媒，小闺女说的条件很好，我说了在什么电子厂里上班。没等儿子同意，母亲就提前借好了车，让顺子第2天开车去相亲，显得有排场。今天小闺女下午想4个老男孩，
就咱孙子排第3个。为了让儿子拔得头筹，母亲还特意选了2件衣服，托人去镇上买了糖买了烟。农村人办事讲究个雷厉风行，一大早小姨就过来带人。出发前，父亲反复叮嘱：咱如果超市多买几盒烟，这个年底了看热闹的多。结果顺子前脚刚走，村里的情报局后脚就议论上了。这两天马庄的那个西边马庄的就出事了，搁这要的多，要20多万。他爹卖谁去了？没卖谁去，老妈妈愁的不轻，又要房又要车，还得20-30万。老妈愁，老妈愁死了，还愁了合约了。大爷说，当年他结婚总共才花了3000不到，现如今讨个媳妇要30万，这哪里是体情，简直就是扶贫。来到女方家里，顺子先给女方的长辈们端茶递烟，过来看热闹的左邻右舍站满了院子。媳妇们堂姐都在外边看呢，大好好的哈，别害羞。母亲在家说的话，他也时刻谨记在心。拿这个给你捡块钱，到屋里给你倒点水，拿黄桃片那个女的给你倒3粒糖。不要那小伙子看咱哈笑，说咱小气。顺子的相亲对象就藏在院子的人群里。小姨提醒他，那个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就是。过来看热闹的老人小孩个个满载而归，又是发烟又是发糖的，大家都对这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印象不错。这个环节相当于男女双方就算见过面了。第一关过了之后，开始正式进入面试环节。现在干什么？我跟俺就在那球场里修车，修土活。直到顺子想学2年技术就自己开店干活以后，长辈们都纷纷夸赞顺子有前途、有想法、有志向。接下来由女方代表领着小姑娘去男方所在的屋里送水，也就是让男方随同的家长也看一看小姑娘。最后2个人没有意见的话，就单独坐在一个屋子里聊一聊。小美家的长辈开始复盘相亲时的男生。医院的郑世功和顺子正式进入争夺战，一个家境好，一个长得帅。当时穷是不行啊，说让闺女过去受委屈也不行啊，小看到的是不行，他再好过也不行。几人争执不下，置身事外的小美一锤定音，我也看着那个顺子不能。就这样，顺子靠着长相和工作成为了小美家的准女婿。小姨也赶紧去到了小美家谈彩礼的事，亲家是20万的彩礼加上1台车，1分都不能少。小姨稍微面露难色，试探性的问道：“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亲家马上就说：“车房彩礼吧，也不是从俺家里亲，人家都亲自的，人家咋事？要俺儿子不要吧，人家说俺闺女不当的，也有点笑话。”小姨见状不再说些什么，只好先回去和顺子家的人一起商量。小美妈谈成了高额彩礼，这让她像一只战胜的公鸡，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上。小姨到顺子家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听完小姨的转达，虽然儿子的媳妇有着落了，二老比谁都开心。可是庄稼人这一辈子也没几个积蓄，儿子刚出去赚的几个钱还不够彩礼的零头，父母爱子，则为计之深远。为了儿子不让村里人笑话，顺子父亲咬了咬牙，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没法，这会儿到哪里都不少，只要闺女好，能跟咱孙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了呗。但是彩礼凑齐以后，亲家那边又改口了，除了20万的彩礼，还要3万多的3金。然后他在之前去，亲戚邻居都结遍了，再上哪儿借去？我的个娘呀，这是！顺子别当机立断，就算是借，也得让新媳妇在腊月里进门。亲家算准了二老想要年前操办完儿子结婚的急切心理，威胁二老道：“不给3金也可以，就是这个婚礼不能年前办了。”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老人又把刚收的粮食以极低的价格给卖了，换来了喜字挂窗前。就这样，2个年轻人在媒人的撮合以及彩礼的保证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成了小夫妻。别人家的闺女终于是娶回家了，看似是苦尽甘来了，但是用彩礼堆砌的感情又岂能走得长久？结婚到底该不该要彩礼？凭你个小样子，结婚要卖彩礼？要是高兴的人俺给的，你没钱你别娶媳妇儿。知道你这样，绝对不娶你。嫁到顺子家的小美，或许是在娘家娇惯着长大，又或许深谙现在相亲市场行情，再加上自己有天价彩礼作保，在家里什么活不干，每天到了日上3竿才起，在饭桌上只是玩着手机，在婆婆的催促下，才挑挑拣拣吃起菜来，没吃2口就把嘴里的菜吐到了地上，天天吃。为了娶媳妇进门，顺子家早已债台高筑，公公更是在小美还没起床的时候，就早早吃过馒头配咸菜就去干活了。而小美吃的荤素搭配，营养健康，这已经是这家能给小美最好的菜式了。可是小美依旧不满意，婆婆更是委屈的落泪，这对小夫妻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想到这么多彩礼娶回来的妻子竟然这样对自己的母亲，顺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打了小美一巴掌。你敢打我？把房子没事打我一下，我不跟你过了。不过还不走。小美也跑回了娘家，母亲让顺子把小美接回来，夫妻间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可是顺子不愿意了，我要和她离婚，
我不跟他过了。可是结婚的彩礼都还没还完，这时候如果离婚了，不仅彩礼要不回来，以后顺子也别再想娶媳妇了，还要被全村人耻笑。虽然顺子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是母亲一死相逼，顺子无奈只能妥协。父亲不放心，让母亲也跟着去了。亲家一看见顺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刚骂完顺子，又撞见了顺子妈妈，刚好撞枪口上，两个人一块骂。你也不是么好死去，你别去。顺子妈为了成功的把小美接回去，只好拿着扫帚把顺子一顿揍。小美爸也是个明事理的，连忙起来说：“小美起脚都叫俺惯坏了。”小美妈也就是不依不饶：“咱们做那么好，谁把你当我们好闺女？谁会不带我了？家长有病！你对我到了我一个人踩死你，我再个姥姥。”见情况不妙，小姨赶紧劝道：“孩子的事呢，咱大人也当不了家，他2个人的事，让他们2个人自己去解决吧，咱都别管了。”小美妈妈这才缓和了情绪，在父亲的指示下，小美低头跟着顺子回了家。顺子和媳妇一起走出了丈母娘家的门，不过回去的路一望无际，就像他们的婚姻一眼望不到头。现如今农村互相攀比的习气比比皆是，小编个人觉得彩礼的存在其实不是陋习，彩礼的高低和盲目攀比才是。表面上看，彩礼是用金钱在衡量婚姻，但本质上这其实是对女方的重视，是一种承诺，一种保障。要知道，彩礼不是一个家庭扶贫另一个家庭，而是2个家庭共同扶持一个新的家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一句话，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光有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保驾护航。对于女性来说，现实很残酷，未来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不管是彩礼还是嫁妆，那不是让你用来贴补家用的，而是你婚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男尊女卑的观念，没有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没有了为夫家传宗接代的义务，没有对离异妇女的有色眼镜，这个社会中女性不再是弱势群体，婚姻中也没有嫁和娶的观念。结婚时，男女双方从各自的家庭里退出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让女方从自己的家庭里退出来，去融入男方的家庭。到那个时候，还会存在添加彩礼吗？这或许才是问题的核心。听这口音啊，应该是黄淮海创业区的，也就是皖北、豫东这个江苏、山东南部就那一块，这口音是那一块的。但它确实反映了啊农村的这个相亲市场和农村的婚姻现状，只能说大抵如此啊，都差不多啊。就在我看来啊，实际上是就这个男方啊，他还没有独立啊，就是他还不能自立，就是男方啊，在这个或者是咱们只能说大部分农村的男性啊，他跟40年前呢，他的变化不是很大。虽然这个收入多了一些啊，条件稍微好了一些，他跟改革开放之前变化不是很大。农村里面这种现状，但是农村的女性呢，叫觉醒的要快，所以就显得不匹配，对吧？现在人家小姑娘在家里都是娇生惯养的，嫁到你们家做媳妇，难道是来做牛做马的吗？人家在自己父母家，在早上睡到12点起来，夜里刷手机刷到夜里4、5点，对吧？也不用干活，那合着她要去找个老公啊，嫁到这个婆家还要干活，或者吃的要差，那她为啥要结婚呢？就是你得让她懂，她为啥要结婚呢？结婚如果代表着她生活水平下降，代表着她要更累更辛苦，那她就不愿意结啊。而且这个男方，你看啊，纯粹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反正年龄到了不结也得结，反正农村都这样，对吧？到点了你就得结，就是在这一传统思维的这个影响下，双方也不了解，对吧？这彩礼反正都是这么弄，我也这么弄。你看简单点说，就是把这个婚姻当做一个买卖，对吧？这还是过去30年之前的这种思想，就是结婚嘛，就是到点了你就干这事，你就女的你嫁给谁都是嫁嘛，反正你要找个人结婚，男的呢，反正你是找个女的，只是幸福不幸福，什么2个人合不来那都无所谓，那都不重要，对吧？就是男方啊，他跟过去相比，他进步非常小，没什么变化。但是女方的这个意识觉醒，所以就显得不太匹配，矛盾一突出就，对吧？表象就是彩礼、生活方式、生活理念，这是表象了，不在这儿出问题就在那儿出问题。按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这男孩这根本就没到结婚的这个心理年龄和条件，对吧？他自己还没有独立啊，还没有自立。你自己都没有独立，没有自立，你结什么婚呢？然后一结婚之后跟父母还搞在一起，这还是过去传统的那农村的那种方式，对吧？按照现代社会啊，按照这个你比如说日本、韩国或者欧洲，对吧？就是它比我们稍微发展的要超前一点吧，在我们前面。那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北京、上海大城市啊，都这样，就是年轻人结婚，那你就得在城里面买套房，然后就单独过了。就是结婚了，为什么还要跟父母在一块呢？这个都是过去啊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下的产物。现代社会，对吧？结婚就是2个
家庭了啊，就是本来是男方女方是2个家庭，现在一结婚变成3个家庭，原来2个家庭还在，又产生一个新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应该在城里面买房子，在县城或者是地级市，如果没这个钱，那你这次也在农村啊重新搞个宅基地，这才叫结婚呢。所以说你看完了这个关系不捋清楚，这农村里面这婚姻就是这样，不行那就在城里租房。从这个视频里面啊，没看到女方也要房子，只是要辆车，也凸显啊现在房地产不行了，房地产不景气，就大家都知道房子是个累赘，买了之后是买了个炸弹，所以不做硬性要求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